英國威廉王子嘅太太凱特當地星期一誕下一個男嬰，將成為英國皇位第3順位繼承人。預計 BB 同媽媽凱特最快喺本澳時間聽日凌晨出院。萬眾期待嘅皇室 BB 終於出世啦！英國全國舉國歡騰。皇家炮兵喺格倫公園鳴放41響禮炮，代表凱特懷孕咗41個禮拜。皇家炮兵又喺倫敦塔隔離鳴放62響禮炮，致以祝賀。凱特係喺當地禮拜一晏晝4點24分順利誕下男嬰。皇室方面特意派出傳達官到醫院出面宣佈喜訊。白金漢宮按照傳統喺大門放出告示，宣佈 BB 出世嘅消息。BB 重8磅6安士，目前母子平安。呢一位皇室新成員暫時仲未有名，但係頭銜會係劍橋王子。初為人父嘅威廉王子就發表簡短聲明，指佢同埋太太都好高興。凱特分娩期間，佢一直陪喺太太身邊。佢又感謝醫護人員悉心照顧。而正喺東約克郡訪問嘅王儲查理斯對榮升祖父感到非常開心，希望盡快可以同個孫見面。首相卡梅倫亦都送上祝福，形容係全英國最重要嘅一刻。威廉王子同埋凱特喺前年結婚，劍橋王子係佢哋嘅第一個 BB。佢將會成為繼王儲查理斯同埋威廉王子之後，英國皇室嘅第3順位繼承人。我們電視台記者陳永婷報道。